家亲。不分族群，一视同仁，求财慈善根。吉良xã吼，从我讲爱真照顾佢，其实唔是安尼啦。啊，特啥，其实爸妈该发通，总爱向爱做咩？爱要真欢喜做啦，啊，特啥向下做咩？特啥总爱真快乐安尼啦。因呀到做迄模式汉嘅人，总想爱参加当到发通，学当到无同样嘅事情，也可能也系因呀到当有缘分嘅原因吧。我从小伫南投状态，虽然唔系客家人，不过也摆有机会交了两位客家好姊妹，我想也就是缘分吧。一个按故色故乡的所在，喺南投。南投沿路有上草树园哦，也草蓝田树园，係清早创立的。听讲呢，还係120访的太子，其中132嘅老伯哥，咁遗憾短暫嗰位讀書哦，做到高中退休呢。120訪嘅3位太子，咁伊呢又係用嚟熟識嘅，用嚟變好朋友，又用嚟嘅故事呢，嚟每一人。看很多东西来拜牙，哎，那天喺強風文昌，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嗰時候都來拜牙，係啊。街馬莎講頭擺老母皮呀，愛嘅老母。哎呦，真的，我们都会在这里玩。頭擺呀，都係人的院子，院子。咁你係用嚟認識的喏？美良吼，係，就係愛嘅隔壁鄰舍。係哦，那我看喺到前面。係哦，啊鄰舍，侬會熟喏，有嘅鄰舍也冇人熟。跟妈妈哈，其實我行到前面，因為我開檢驗所呢，所以佢都個行到嗰邊做嚟前嚟講話。有個中間人係媽媽，係用嚟當熟嘅喏。去到客家協會哈，南投市客家協會，他也是會員，我們也會員，又再見面了。哦，跟先生同阿先生又網球的球友。哦，很有淵源哦。哎，唔過常婉姐，我唔係客家人，我係對客家的習俗啦，哈然後風土民情哦，都有興趣。退休以後，咱開始學客家，然後就跟2位呢又連上線了。哦，嘿呦。姨妹姐喏，你又係用嚟同大家熟識嘅。我食鋪，仲有啲先做啦，關係啊。嚇。我5歲時候來台中，喺台中讀書，啊26歲人嫁來南投啦。哦，嫁來南投。哦。嫁來南投，我就看到嗰個牙白眉咩？白眉？係啊，成牙白眉啊。係露台嘅新橋。哦，係啊。我老公是兄弟咩？堂兄弟，堂兄弟。咁認識美良姐都係透過。沒有，你是美良姐是喺特別鄰舍一間吼，2年咧本用，也董事學啦，議員啦，啊其實喺外講客家協會，牙數咩的講，就客家協會，對，我也看到姨妹，對，講到去安江咩，咁你兩位上3年有去拍暗號，感情暗號咯？姨妹哈就很大方。你做的東西基本好食，但係做拿不難食，本來就
很随和啦，大咧咧的，所以物以类聚啦。是说大拉拉一点，对，很开朗一点，对。好，跟常文姐呢？常文姐啊，客气啦，好就是也静的，会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好。编州好姊妹差不多一句啊，四年流流，4年流流。话题不会没有哦。没有啊，还有话没有？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呢。因为我按度發好講下咩問題啊？除了科學以外，他爸說我你媽公司的東西，其實我提供好吃的東西。給人家煮還是愛煮咧？好像有一點委屈。嗌他爸現在嗰邊哈，佢作為特別吃啥的最愛呢？感不感動？冇叫冇產冇用。佢講冇就幹嘛冇用啦。屯上面阿姐鄉下，連嗌咩鄉人本人的熱情屯樂觀，車都會用嘅。每兩姐總係做開心果，弄到大家滿意聽樂。原妹姐上海人說，無提無放要鄉人係少一條神經嘅我阿姐，還有實做高中嘅上班姐，一個沉穩落落。有人相識的人上面，最後想要鄉下去視察大嘴鼓、談螃蟹。該好福氣哦！我今日咪準備鄉下嚟參加一場一年能有嘅視察姊妹會啦。建議下，謝謝姐姐。帶我來南投安好嘅蔬菜，好，大家先食。假如唔係平常時啊，除咗講鄉下出去了啊，唔能咧休閒活動還會做乜嘅？唔能夠去學乜嘅東西咯？唔先講。係啊，我都茶行有聽到，唔過我唱過誒。哎呦，我即刻講誒，佢比賽有得冠軍了，有錢的啦，幾多錢？唔給他難講。假㗎。喲，佢唱乜嘅歌誒咯？客家歌。哦，係哦。啊，從細就唱歌唱到大啊，明月是綿羊，然後還是有天使誒，還有垃圾哦。哦，有錢人了。好勁到啊！還有好乜嘅東西？跳舞啊，還有跳舞。廣場舞啊，見啊。哦，家常文姐呢？有好乜嘅啊？差不多呢，唱歌跳舞，還有學畫畫哈，係哦，寫書法、捏陶，走文青路線。啊呢？還有國標舞，國標舞做書法。對，你們都雲文雲武都會哦。哎呀，拜當然培養同學會，人都啲嘛，人哋我要挑戰，人哋我來討論出大家鄉下去做一件乜嘅事情。你有想過乜嘅係？我以前有想過，去想去吃看啊，係忙去做過嘅嘛。想講我之前去山東吼，看人家滑行啊，做滑翔翼啊。兩下都做唔得啦，滑翔翼，高空彈跳，係哦，唔可以想講人哋去吃看啊。啊，就一家就聚到陣咧啊，是唔得啦。啊，還有上冇？還有上嘅時間？還有上時間冇。哦，哇，咁唔能有上嘅冇？有上嘅希望。唔敢，哦，啊，而家有乜嘅咯？每兩節有上，有上過做乜嘅冇？係啊。火舞啦，跳还喜歡跳舞啊。可是那為什麼都火舞呢？看過你表演過啊？我看到是男生在表演的。哦，不然我覺得哎呀不錯呢，搞不好我們也可以有機會啦，我也可以來耍看看啦。來你給他難，我不知道難度了，很懂得事情就是自己。親身經歷，你才會知道點難度在哪邊，對不對？你沒有去學習，你根本就一點機會都沒有。啊，唔過火呢，唔好講啊，佢看唔好講啊，吃啊，沒有嘗試啊，跳那個什麼滑翔翼，沒有去。咁常文姐有上過會做乜嘅嗎？潛水啊，不過現在也是年紀大了唔幹啊。好，那有什麼你有想過拿來吃，要說服他們？我贊成那個美良說的火舞。常文姐唔會講啊，
火啊？还好还好。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没有在煮饭的人？哎，对对。哎，那我没有煮饭的人才会不怕火。刚刚你一听过豆顶鸭吗？有啊，那边有啊，对啊，唔是姜啦，我造你。嘉義人講冇唔甘喜啊？甘啊，其實甘咩嗌唔甘？哎呦，哎，電動眼真強哦，貨物眼沒有看過呢，佢看起來很有危險性呢。啊，吃都還好啊，噴火的那個啦，那個對啊，如果要噴哦，對，那個噴啊，你這樣耍的話，我吃到。你覺得拉眼都呢？你要噴火的時候，我吃到給這個比較有危險性。有危險性。對。學吧，像煮飯啊，之前你16歲咪唔識煮飯。啊，就好。不過學煮飯團跟火舞，那感覺還是很大的差別呢。後來被捅了，被捅了。硬着頭皮一起嘛呢。但是當時節目看到客都有打退堂鼓。冇啊，冇去學火舞哦。唔可以啦。哦，叫那些阿爺哦。哦，好啊。今日你嚟欣賞。乃地的也到阿姐按勇敢的多，在才講我對一項挑戰是係受騙的，韓國講唔會講未係戀人嘅。喺學習嘅過程當中，最先要克服會講火嘅心理，才愛未要了解火光嘅特性，個會對身體未要有足夠嘅認識，能有辦法做種種嘅結合。再過來，我一定專心同家族到用各種科技嘅優良，能做得安全嘅來表演。究竟也上面阿姐做得樂觀嘅來應對一道挑戰冇呢？也係會比學到兩次大亂推呢？這個啦，你有看過哦？這個啦，不過剛剛可能演看，我欣賞佢嘅。老師嗨，老師，跟姐姐們介紹，這是鄭漢老師、平寧老師。好，老師，所以火舞可以用到那麼多道具。對啊，其實就是我們火舞發展到後面，就有很多劇場化，有很多特技的一些項目，還有一些各種元素，我們都可以結合在火焰的表演。對啊，有些很像武術道具。是，你猜猜看，裡面哪一些通常是我們初學者一開始會接觸到的？初學。應該就是這個吧，感覺很像燭台啊，好像比較簡單吧。直接放在桌上。對，它其實非常需要舞者他身段的一些展現。因為它很小。對，很小。舞者就很重要。對，舞者他主體就會在這裡，所以通常我們一般呢，都會從火棍開始。對，因為我們拿着的時候，火焰是兩端。比較小，比較簡單。對，在兩端會比較遠一點，所以會比較安全，比較好對戲。拿看看，來試試看。對啊。哎，好帥！你的表情，你的內容不太搭。對，很輕了，很輕。還好，還好，還好。輕輕的了。還可以，跟看起來是不一樣的。不一樣。所以我們這次呢，這麼多道具裡面，然後也有特別準備我們的練習棍，然後要給大家。那個嗎？對。有不一樣啊，那是練習棍。哦，哎，這個比較輕。對，就很適合我們初學者。對，這個比較輕哦。對。現在已經開始玩起來了。所以這還是第一個而已。對，第一個動作。那其他的呢？我們在武術裡面可能會看到雙節棍。這感覺一定會碰到衣服吧？對啊，所以就是要夠熟練。哇！對。I used to do。那比較特別也是，這應該目前流星錘，流星錘。目前全台灣只有我在表演，所以是它可以表現很多。冇想到火舞我用到按多套技來營造表演嘅緊張上面嘅氣氛，是講含前點火，也到阿姐本保持樂觀同期待。乃第下一幕，等先生開始點火做本大家看過後，因為嘅面色濃如有得位無窮樣嘅呢。
压吗？明天姐姐就不来了呢。真的是要老命。谁来也怕够难哦。系啊，行较难啊，同講西拉係較難嘅。哦，希望生意都少到嘅呢。耶！老师，哇，两个老师，刚刚你们表演有眼角余光瞄到姐姐吗？有，最喜欢欣赏这种表情。很后悔，对不对？对。刚刚看是什么感觉？我吓到了，我以为我可以做到，结果我觉得这个起碼10年里，他說我1個禮拜就學會，你覺得有可能？剛剛覺得最可怕的，第一個覺得我不可能是哪個動作？他下腰，小老師下腰，对啊。火的話你們還好哦。他那拿他拿2隻小的。這位啊，這位姐姐一開始就說那個噴火，她可能也可以試。你剛剛看到以後，他開始對啊，原諒我，因為我看你們表演，我覺得那個噴火，哇，我是 shock，你知道嗎？但是我以為很簡單，可是你剛剛噴火，我嚇到，我跳起來了。請我有個疑問，你明明就看過，為什麼會覺得很簡單？那時候也太遠了，距離很多，對不對？現在超近距離感受，那溫度其實是很高。哎，對。剛剛看當然震撼老師的是最震撼啦哈，可是品瑩老師學多久？火舞大概2年半左右。哦，那你當初為什麼那麼想不開？因為我們是在學校的社團，對，然後有一個火舞社，然後就一路就跟着這樣學習，然後進入舞團。哦，老師你臉都紅紅，被熏紅了，對不對？火熏的嘛。就夏天，然後就是溫度其實蠻高的，火焰爐，然後近距離的。而且雖然我們覺得你前面那個拿小小的那個那個火把好像很簡單，可是我覺得火很近哎。對，要考驗那個跟火的掌控程度，就如果太貼近的話，就會有一點危險。最近直接放進嘴巴裡面。想要學嗎？不要。可是我剛剛覺得你們的擔心好像比較不是火哎。我不是擔心火呢，我不會擔心，因為我覺得你擔心他那個舞步花樣身段，因為你其實你拿這個的時候，我覺得應該可以就拿遠一點嘛，你不要那麼近嘛。我會不會燒到自己知道呀？但是是誰跟你說你只要拿那2個就好？既然也到阿姐無乜嘅會講火，加上下來都準備愛團火，有個親密的接觸了。唔過喺開始練習之前，先生先本人能了解用火嘅安全、團火嘅提醒，那唔會喺過程當中可以自家搓爽。3，有溫溫的，還是有燙的。哎，不會。哇，我對火真的是有一點怕。不會，下去，有沒有？對，下去。其實這也是火焰的特性之一。火焰其實它現在燃燒過程溫度最高的其實在上面，靠近這個布的位置，那它是相對溫度比較低，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特性來做一些表演的一些技術的黑而已。對，難怪我看人家表演這樣子。對啊，還是在身上在刷。吐火其實也是有點像是剛剛我們把那個火焰蓋起的原理，那也是一開始先注意風向，然後把它放到嘴裡，透過嘴巴，然後把這個火焰燜熄，這是這個過程。不要仿製。不過其實我必須老實說，因為這動作是因為我們在現場，所以我才敢帶着你們做。然後真的千萬不要私底下做這個動作。不要學。小老師有做過嗎？有。哦，也有啊。這個是它是比較扁一點點。扁嘛。要嗎？先燃燒一下，讓那個因為他剛剛為什麼你知道？模擬做塔台。按台風看到。在表演的時候就一直往上注意這個。你的做法呀，像是對，像是它現在這樣就看得出來，因為它很長啊。我們就會變成在下去的時候會燃燒到自己的臉，所以我們會試着調整站的位置角度。哦，對，這個就可以慢慢下去哦。對，量已經比往外較小了。吐氣。你在等火
火小一点，火再小一点，不要吸气，用哈出来。他们就是拿火，我也会拿火，对不对？吞火当然就是我比较厉害呀。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有吞火，对不对？因为你只有做过了，你才知道啊，原来没有那么可怕啦。我冇想到用迄这伊能讲呢，嘿，如迄有效度，感觉伊能比想象爱还够勇敢。因为个我想讲有用迄这吃的，我酸呢，我就装傻，想讲哦，甲伊能用迄讲吃，甲因鬼做得啦。他们真的是很棒，他们2个都敢尝试啊！我就在想说，哎呦，其实矮丢哦，我回到家哦，拿了一根筷子在家里面颠簸卡哈，假装那个是那个火，然后自己在试说，舌头是不是要压住？我还在那边试，我还是会觉得很害怕。那我们火棍呢有一些基本动作，再来从基本动作一开始，1，把拳头向前，2，两只手掌向上，3，翻过来，换右手，对，转一圈，然后右手抓过去的时候，这个很关键，右手拇指也是向下，对，这样抓住，然后1又回来了，你3个动作，哦，有了。我们这里做对，没错。它到后面其实左手就是一个辅助借力，把它往上推的力量。手太短了。对，我会习惯把它这样子。对，会有一个自己的习惯要克服。对，这就是我们棍最一开始的正转。那接下来许多的动作都是要以这个正转为基础的背大圆也是我们接下来会学到的。哦，对，在背后转一个非常大、非常圆满的弧形。还有划船，我这手就有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嘞，这个就很难了。你这样子还好呢，这个，你觉得以我们的资质，可以的，你的资质很好，现在已经掌握到，我们才学没几分钟而已。我们每两讲，安尼无法度哦。欣赏，因为他很年轻。欣赏你啊，吼，来做那个动作哈，所以都做得很熟练。矮丢哈，这把年纪，能够练得起来吗？初本日，俺们去去练个火舞嘛，吼，能转去有动跳冇？有哦，差不多去年蛇一次水舞了。跳冇？哦，唔知啊。咁咪2节团常温结婚哈？唔會。咁你都喺平常时都太辛苦的啦，吼。我太平常是太凉啦。咁你有看到藝術風來冇？因為老師咪講嘅看風向同春遊哈。對啊。古說啊，也都係愛看風向嘅，俺哋都今日來吃，表一下自由嘅，好冇？係啊。嗰種有風哦，呢種又可以比起來嘛。这个叫超人再起。我这个超人啊，不听话的，起来呀！啊，你要跑啊！你要跑，快啊！有。先生有讲到，火舞一定考验对环境因素嘅查作。今日当工来表自由嘅，咪系希望大家感受得到风向嘅变化。按用睇表演家下，唔是将火舞烧到自家，咪做得大帮风嘅角度来睇到地位体积嘅效果。不過按照目標自由嘅也得阿姐，如常人歸多為聽落嘅做生意嘅時節。
摕个高度变转来呢。你自己迄，就是迄好姊妹呢，吼，你迄上面安尼按吊打哦，吼，姊妹有时要帮忙的，如果去天数安尼。无用，无呀，做饭就未凉了，人也天做其之类啊。嘿哦，系袂啊？啊，做啲，係啦，叫佢搞緊樣嚟做啦。哦，如果天數，人家講唱新的無啊，要天做。誒，個老實嘢，那個內下做好嘅。我想想要去講有哪些人的。我老公跟姨妹的先生是堂兄弟啊。去年我老公哈退休以後就身體哈就不好啊，不好啊。哎，我阿婆哦身體無好，行路也慢，還是那個田落去。哎，從前仲啊一家人咩，佢哋性愛，通通都是這個。你唔可以喺邊度啊？人老公哦，你嘅老公暈倒啦！喺假如鬧到係你嘅老公。誒，對啦。以前的咩？你參加幾多年嘅前誒，你要講係老前定啊，從前啊，仲啊性愛啊，仲啊未出去啊，佢拍到緊牙老公。哦，這個可以打坤的哦，品種啊，那個不錯啊，姨妹就趕快吼打電話哈，鼓手也是很感謝姨妹啦。哦，因行人講啊，你係姨妹姐，你係過現全開個天數，啊，你要推天數嘛？嘅歌嘛？你會多上下先嘅。天數識嘅東西啊！錯係。愛親愛啲嘅客家協會啊，搭曬同一人才要按獎，高中青島點啊？唔係記呢，青島街呢。哦，我唔懂，好按你一群朋友。哎，鼓手他一直凹你，你也是。對，都凹我會認得啦。它最主要就是可以让它转就好了。对，转，然后要转的稳定。稳定。对。我这样子转就接这里。对。我以为这个，对，这样子是可以以虎口为轴心在中间，然后左手可以去相对，可能去对红色的位置。可是哈，对了，真的是蛮酸的。对，对，就酸了，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抖一抖，动一动。一般大家在做转棍动作，它会动用到我们身体许多，不只是手部，还有身体重心位移的肌肉。所以，如果要在短时间练习，我们可能只知道如何去用，比较僵硬机械式的去操控它。可是，如果要到如何不做到变成有运动伤害的话，我们势必要学到能够借力使力，让道具跟身体融为一体，来做漂亮的呈现。1、2、3、4，然后想象，如果已经做熟的话，就可以想象我是用这样子，然后这里可能在后脑勺画一个圆，一个往外拉出去的感觉，左手大棚。好，那我们这首歌呢会特别编排这3个动作，然后进去，然后再结合走位，所以正转这个动作我们一定要很熟，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变成要一边转一边走动。好，我们预备咯，开始正转走。停，好，一样来，拿着棍子抖抖，然后顺便毛巾操，左边拉，右边拉。好，我们来挑战看看，再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背大圆，换棍的地方会是在后面。很小，
拿不到后背了。我们没关系，我们先做简单的。还记得刚刚的左大鹏吗？画出来，到上面的时候，我们变成2只的虎口向上，然后再右大鹏，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比较简单。对，然后向上。这样好像比较简单哦。对啊，因为这个就只要记上下，这就只是换手而已。对，换手上下。昨天在练那个旋转的时候，刚开始也是不太顺啊，觉得老师他设计的舞蹈可能是考量奶丢已经有年纪的所以他的舞步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是都还 OK 的。甩棍的动作呢，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可以很自然无拘束，他这样做这样的甩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待会这些道具都是会点上火焰的，所以安全这些基础的标准性一定要把它做到很确实。这动作叫做爆棍。透过棍体快速的转动，让这个里面的油料可以喷洒出来，产生一些有点像是喷火的效果，把它带动，滚起来，接住，对，滚起来接住，好，滚起来接住，拨上去，接住，滚起来接住，滚起来接住，起来接住，对，滚起来接住，好。咻蹦，滚起来，我们反手接住。其实这是一个效果，因为如果这样子，效果还好，但是如果我接，那个戏剧张力就出现了。不是往下。对，那这样我们就有4个动作可以用了。对，好，对，那有谁特别想拿火伞吗？昨天可以用你国标舞的那一种你可以身段来，可以试试看。我是觉得做一个比较跨界的结合，对啊，把它当成你最好的舞伴。对啊，可以，好，那我们火伞手确定了，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吞火手。可以，不会吞的，就拿比较小只的，然后到后面就可以特别有一段 solo 让你，惊艳一下。你要耍的话，就要一个动作比较快，然后再慢慢的收，然后又就再一个快，又再慢慢的收，最后出去，然后慢慢的回去，因为就是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嘛，慢慢的回磨一下。哦，亮相哟，对。然后我自己再慢慢的这样转，可以吗？可以，我觉得很棒。这样子啊，对。第一个位置，好，换第2个位置。先不要动，定位而已。听到有唱歌的时候，我们才会绕圈，所以好，绕圈，小圈一点点哦。退了，好，要准备退。好，合在一起。开。第2次。下。好，快速打开，准备吞火。哇！才是全部的亮点。哦，做这么多就是为了铺成这一吞。我就吞火就好了。你妹姐的，我是很佩服她的胆量，因为第一次接触到火焰的时候，她就愿意这么大口的把这个火球给吞下肚。没有啊，他们都选择性的都选好了，就要给我吞啊，我就吞啊。
你可是你不要吞啊，还是我也说不要吞呐，可是没有人要吞呐。俺还是没办法啦，而且给他吞呐。然后 H 棍就在这个地方，我就走出去，对对对，然后会有两边点化开，对，然后就是像刚刚先转，然后走是往前走嘛？对，往前走，要走到前面的 C 位。这样。这个其实还会有可以这样子左右位移的画面。这应該練起來，然後要過好高咩，又會有球起架，係應該會練得起來。定住，然後可以透過走一個圈，然後把它調整成平的狀態，用這樣的手的滾動，滾，帶動，然後有點像是那個瑜伽伸展，把它帶過來，然後還可以再反向回來。您是觉得我今天学得完这个吗？可以，你看我的动作只有2个，是棍子在动。对，旋转，然后他就身体往后滚，然后放到，对。人家講火舞青難的路係唔啲嘅火頂上去，因為火唔會只有人嘅意思啊，唔會啲講一下火會一衝，好會吹到奶。嗰種人能見家安尼做路係搶動作，一下路係唔前頂火上去。啊，捱一個有8張咧，如果想講啊，到時間要行去轉，唔用唔啲火會連一圈。啊，有個動作其實我會感覺講火好像離我太近了。对。有，对，然後手這個時候往前伸，從下往前伸，這樣，那頭可能要低一點點，對，這樣接回來。如果通常練得起來，不過我點火我克服嘅對火嘅威啊，係我感覺係挺難的事情。心理建設我覺得好像比較難，我再示範一下，速度要夠快，它才抱得起來。要有這樣的一個狀態，速度要夠快。哇，好像對，有一點像哦。對，速度。那其實背大圓一般我們都會練到需要這樣的速度。所以那個熟悉度其實是要夠的，就算是簡易版，也是要練到這樣子。到後面來。這個火比較少了哈，現在火比較少了比較好一點。我剛剛那個火太大。有黑度，拿火噶就有黑度。沒有火的時候啊，哈，隨便怎麼耍就好。但是有火的話，那個重量會有。跟你平常這樣耍的時候是不一樣，冇同樣。風大的話，當然火很冒，但是那順着個風向啦，風哪邊吹你就順着它就好，不會回過來，不會被燒到啦。啊，心肝都就感覺強，會強啊。講被那個火哈燒到這樣子啊！啊，都真強啊！看到火真強，即講嘅我自己能力唔知要拉冇啊，調射下去嘅啊，冇用順，做唔得退啦，只能進不能退啦。好燙哦！對，很燙啊。走了吧。好燙哦！對，很燙啊。最先開始就火把嘛，點了以後，規個火啊，因向下，我喺輸入感覺錄到。
嗰種係跳水200，規個手都係拄唔掉呢。係，我都規個學到，想講嚇唔會因路安尼我連個火把路拿唔起，佢係完全冇種動作個路安尼拿落呢，佢把路感覺完蛋了，我感覺我冇辦法。後來老師啷想講，剛我能佢個冇規個浸油，一路浸一半，佢火啷唔會安台。後來都進階嘛，吼，如果有個火把的，韓國老師拿個 H 棍進來嘛，火一點嘛去，唔敢我過手，如果緊張誒，陽火就是很天性嘛，吼，這樣。有4個好像還可以。繼續轉試試看。沒有，我練一下8個的，看看我會不會太怕。冇想到一擺嘅挑戰對我來講，未係過大嘅考驗。講實在話，我很正經對一道阿姐按勇敢、按有決心嘅挑戰到風呢。點到煩惱，唔第七家會連累到伊能冇啊！睇正式表演之前，先生特別吩咐大家要實忙啊練習，並第時看大家嘅情形來加強難度。是講先生啊，像我練好演時嘅表演都已經歡迎受騙呢，我能當真有辦法做到哈。現在時間4點01分，距離表演還有2個小時，道具都拿好。好，直接定位。還沒有吞火啊？這裡，吞火。我覺得啦，哈，欣賞他一定希望我們的節目表演出來，哈，是有亮點的啦，還是要有一些難度的動作，那我也很認同。喲，好，然後棍舉起來。吞火嘛，哈，沒有辦法克服，哈，後來欣賞改成說讓我用這個火棍，哈，來做一個最後的一個 ending，那我就覺得說，那我前面那個吞火沒有做，這個呢，我聽說，哈，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很深的。还有我冲上去，对，所以那个重点你们都有看到哦，有认真的看哦。刚刚表演啊，刚公用没？真好啊！觉得一开始要表演就很紧张，表演完了就好像人都轻松起来。我同亲友团又在那拍拍手，拍拍手。其实不觉得怎么，他们就一起鼓掌，就好像让我觉得我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阿美良姐哦，绑后，这个表演可绑后，他都会紧张嘛？妈呀，表演下去就都不紧张了。哦，所以大家是表演型的呢。好，那我们真的这次啊，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郑汉老师教练，南投灯会耶表演者哦，也请他来教我们。老师，你刚刚有觉得很惊险吗？我觉得很感动。哇塞，这2个礼拜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练成这样子？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吗？太强了！还有我们的小老师，谢谢。你为什么双眼泛泪？是很感动吗？很感动，而且很佩服，就姐姐们，真的，我觉得都比我还厉害了。我学很久这样。60岁，人家说啊，已经是老妪了，可是我不承认哦，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会需要有年轻人的那种活力啦。不要讲啊，把自己啊哈，就管都不卡，唔敢出来，爱老了，唔冇安尼想法啦。活到老学到老，就这样子，就只有这样子，也怕自己痴呆呀、不然每天在家里坐着看电视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一次的演出，我们的感情不断的加温升温，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多岁了哈，那么大的年纪哦，共同用它来完成这件事情哦，我们都觉得说很开心。